Hello，大家好，我係公審。前幾日係5月5號啦，我見住5月5號呢一個日子，我就心諗我應該自封，將呢一個日子封為我自己由今年開始嘅個人公眾假期，因為正正就係上年5月5號發生咗一件 life changing 嘅事，就係我開始認真咁樣人生第3次減肥，並且係最成功嘅一次，用2個月嘅時間減咗20 kg， 並且去到依家過咗1年都冇肥翻。喺減肥之前，大家認識嘅我一路都係差唔多80 kg 左右，依家嘅體重係63 kg。減肥成功去到依家呢1年以嚟，我收到最多嘅 DM、最多嘅 request 就係想我分享下點樣減肥啦，亦都收到好多 comments 話我瘦咗啦，話我靚咗啦，話我成個氣氛唔同咗啦。有啲 comment 會問我係咪整容啊，係咪做咗啲大手術啊？完全冇嘅，真係純粹靠控制飲食咁樣減肥。今次呢一次最成功嘅減肥咧，一開始我係自己揾嘅方法啦，然後去到一個停滯期嘅時候，我就請到一個好大嘅華人線上營養師平台幫我一齊去突破平台期。我自細就係一個肥妹嚟嘅，我呢一世人去到依家認真減過肥，一共有3次啦。可以肯定嘅就係除咗今次第3次之外咧，之前嘅減肥全部都係以反彈收場。所以我覺得如果淨係同大家分享話我今次係點樣減，可能有啲太片面，我就諗住呢條片咧會同大家完整咁樣分享下我上2次係點樣減成功，但係點解之後又肥翻，同埋今次係點樣成功，再加埋營養師嘅幫助下突破埋停滯期，並且 keep 到依家都冇反彈。同埋夏天就嚟到啦，我仲同營養師攞咗一個限期優惠，所以請大家睇到最後。我嘅身高係166.5 cm， 然後自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個人就一直同肥呢一個字有掛鈎啦。細個就係話啊肥肥白白啊，跟住開始大嗰啲就話啊有腹相啊，個手好厚啊，個鼻好大啊。我記得好清楚嘅數據係我小學6年班嘅時候已經58 kg， 跟住中學3年班嘅時候係63 kg， 去到高中2年班嘅時候就係73 kg。屋企都有遺傳性嘅肥胖同埋糖尿病歷史，我自己亦都被診斷過 PCOS 同埋胰島素抗衡。呢啲病嘅病狀加埋我食嘅荷爾蒙藥，就令到我減肥係異常困難。今次呢一次成功減肥啦，我係由83 kg 減到63 kg。好重要想同大家講嘅係83 kg 嘅我都係一個好快樂嘅人，我都嘗試緊好多唔同嘅扮靚嘅風格啊，亦都好滿足於現況，亦都生活好順遂啦。所以減肥呢件事並唔係因為樣貌焦慮啊、身材焦慮呢一啲嘢去 motivate 佢嘅，而係單純係因為我一直以嚟都係肥啦，我想試下正常體重或者甚至瘦嘅體重嘅人生係一個點樣嘅軌跡，會唔會有一啲so far未體驗過嘅機會或者際遇，同時亦都想改善一啲健康問題啦，所以我就喺自己嘅摸索同埋營養師嘅帶領之下開始咗減肥。先講第一次先，第一次咧我係由73 kg 減到去59 kg， 嗰陣時係高中2年班嘅時候，因為嗰陣當然仲住喺屋企啦，所以要控制飲食係比較難嘅。我嘅做法就係一個盡可能嘅 calorie deficit，3餐都食，但係每餐嘅量同埋卡路里都好少。除咗水之外嘅所有零食、所有飲品全部都戒晒。我記得即係正值嗰個時候，就係大家最中意 party 嘅時候啦，同學屋企會開 party， 個個都喺度飲酒啊，有剩嘅時候我就自己帶我自己個 Winnie the Pooh 個杯過去飲水。lunch 喺學校食，一係我會去超市買個沙律啦，或者買1支奶同埋1盒番茄仔咁樣。夜晚就會喺屋企食啦，屋企人都好支持我減肥，所以我記得嗰陣媽咪會幫我煮高湯煮嘅白菜同埋水烚嘅雞胸肉咁樣俾我食。嗰段時間咧，我每朝起身嘅時間係非常之早，因為點解咧？因為唯一可以犒勞我自己嘅就係我允許自己每日朝早可以食半碗牛奶煮嘅麥皮啦，上邊會加少少嘅蜂蜜同埋 cinnamon， 然後1隻 scrambled egg。呢一個就係每日 motivate 我起身，每日帶領我堅持下一日繼續減肥嘅一個動力。完全冇運動嘅，如果夾硬要話有運動咧，就係我每晚會一路睇康熙來了，一路會將對腳撐喺埲牆嗰度對高佢撐咁樣。當時嘅傳聞係話咁樣可以促進對腳嘅血液循環，對腳就會瘦得快啲。同埋就係每晚瞓覺之前，我會做100個唔知有冇用、唔知做得好唔好嘅 squat 咁樣。就係咁樣，我用咗5個月嘅時間，由73 kg 減到落59 kg， 亦都正係喺我第一次喺個榜度見到5字頭59 kg 嘅嗰一日，就係我哋學校1年1度嘅聖誕晚會，亦都係我第一次
5個月以嚟掂零食同埋酒精，一掂就打破咗我呢5個月嚟僅存嘅自制力，幫我艱難咁樣建立好嘅防線，開始肆無忌憚咁樣食。之後暑假嘅時候2個月嘅時間，我去咗朋友喺波蘭愛沙尼亞嘅屋企度假。嗰2個月又係啦，朋友嘅嫲嫲餵我食咩我就食咩，你知道啦，嫲嫲餵嘢食係完全唔顧量咁樣噶嘛。食完之後返到法國再上磅，見到個數字75，我就已經崩潰啦。跟住平時着開嗰啲牛仔褲全部都着唔翻啦。第一次減肥 operation 5個月，反彈淨係用咗2個月。第二次嘅減肥咧係喺2022年嗰陣，我已經有拍 YouTube， 所以可能有觀眾記得我當時都拍過一條減肥片。當時我係由80 kg 減到落68 kg， 用咗3個月嘅時間。嗰次減肥我係採取咗最被推薦嘅健康飲食啦，即係話我一日又係3餐都食啦。朝早我會食少少麥皮啦、生果啦、水煮蛋啦，晏晝我就會食一個營養均衡嘅午餐，晚我就會食沙律，但係冇醬嘅。用咗3個月嘅時間減12 kg，呢件事係過程好舒服嘅，因為我中間嗰餐只要係營養均衡嘅，我都會允許自己食啦，亦即係話我仲可以嗌外賣添，我成日都會嗌 Subway 啊或者 Chipotle 啊呢一啲，就唔至於話令到我個生活好難受咁樣。到68 kg 之後咧，我就好似命運咁樣遇到咗因咗啦，開始拍拖，一旦拍拖就會幸福肥。再加埋嗰段時間，我確診咗 PCOS 同埋胰島素抗衡，開始服用一啲荷爾蒙類嘅藥物，亦都令到我嘅體重好難再被控制。呢個階段我覺得最難嘅係維持健康飲食同埋間唔中放縱嘅嗰個一個健康嘅比例，係好難捉嗰個比例，同埋嗰段時間會覺得自己個胃口比之前更加好。久而久之，我嘅體重就無限咁樣上升，去到我舊年嘅5月開始，我嘅第3次減肥，用咗2個月嘅時間，由83 kg 減到63 kg。2024年嘅83 kg 係我人生最高峰嘅體重，因為上2次成功減肥，但係最後都係反彈收場。呢件事話俾我聽，我嘅長久自制力都係唔夠，可能對自己都仲係唔夠狠，所以今次我設計嘅一個方案就係盡可能以最短嘅時間，以最狠嘅方式，睇下呢一個會唔會係一個更加適合我嘅 approach。最後成功2個月減咗20 kg， 方法係非常之明確嘅，呢度大家可以作 note。首先我一日會食3餐啦，但係3餐咧係11點、2點、5點咁樣。朝早11點我會食2隻水煮蛋，點鹽同埋胡椒粉。晏晝嗰餐係唯一一個可以有多啲 variation 嘅，通常就係水煮菜啦、瘦肉啦、更加多嘅蛋啦，或者之前喺 vlog 嗰度有俾大家見過好 ridiculous 嘅叫做青瓜海帶湯，即係幾乎0卡路里嘅咁樣嘅一啲主食。到5點我會飲一杯無糖嘅 matcha latte。點解要 matcha latte 咧？係因為佢係唯一我允許自己觸碰嘅甜味嘅嘢，就係奶入邊佢自帶嘅嗰個甜味。matcha latte 亦都係一種可以安慰我少少嘅食物，因為佢都可以被歸納於係休閒零食類嘅嘢，我就會可以同自己講話，我都唔係話對自己好 harsh 咁樣啫。呢2個月以嚟，我食嘅所有嘢就係頭先嗰3餐。如果夜晚會同朋友出去飲杯嘢啊，我就會飲 Perrier 或者最多飲無糖可樂。過程中係完全戒糖、戒酒精，大部分嘅時候係一啲油都冇嘅。其實呢一個方法就係結合咗所有我可以做到嘅流行嘅減肥方法，就係 calorie deficit 啦、intermittent fasting 啦，同埋 keto。起初1個禮拜係好辛苦嘅，好想食垃圾食物啦，好想飲珍珠奶茶啦。去到第2個禮拜開始，講真唔辛苦，唔會再有想食垃圾食物嘅慾望，同埋每一朝起身磅重，我知道我可以見到一個比起尋日再低啲嘅數字。呢一種期望係比起我想食垃圾食物嘅期望更加大嘅。亦都係喺嗰段時間我 realize 咗之前平時會想食嘅垃圾食物，其實我想食嘅嗰個慾望係好 enjoyable 嘅，即係我係好中意去諗啊，我一陣間可以去食 KFC 或者去食乜嘢，但係其實食落口嘅嗰一刻係呢一個 enjoyable 嘅慾望完結嘅嗰一刻，食落口嗰一刻其實反而冇
其他嘅感情。同時我嘅胃口又係細咗好多啦，所以2個月之後我就去到65 kg。跟住之後我都去咗好幾次旅行啦，去咗韓國啊，翻咗香港啊。期間我係放開咁樣食嘅，冇限制自己咁樣食啦。但係亦都因為我個胃口細咗好多，同埋對垃圾食物嘅慾望低咗好多。去完2次旅行翻嚟，即使體重有上漲少少，只要好簡單、好輕鬆咁樣控制翻，好快我個體重又會去翻65 kg 左右。個問題係喺之後發生嘅。之後咧，我經歷咗一段好恐怖嘅副作用時期，就係嚴重嘅脫髮啦，脫到我對沖涼有少少恐懼，因為一沖涼我隻手咁樣一 go through 啲頭髮，成隻手全部都係黑麻麻嘅頭髮啦。同埋就係我諗係因為我當時食得唔夠多油。我一掂有油嘅嘢就會劇烈咁樣肚痛，劇烈咁樣肚餓，令到我出街食飯變成一件好辛苦嘅事。去到65 kg，其實我嘅 MBI 已經進入咗一個標準嘅範圍啦，我自己一個好滿足嘅體重嚟嘅。我嘅 PCOS 同埋胰島素抗衡嘅症狀亦都經醫生檢查就話好咗好多，幾乎痊癒咁滯。月經亦都變得準時啦。我以前肥嘅時候係講緊一年可能3、4次月經，依家就1個月1次，好乖咁樣嚟。不過呢個時候我又開始有少少貪心，我想睇下喺65 kg 嘅基礎上，可唔可以再瘦多少少？體驗咗65 kg 嘅生活，想再體驗下再低啲體重嘅生活。呢個時候我就喺我婦科醫生嘅推薦下，接觸到生酮飲食呢一個 concept。生酮飲食嘅定義係話，盡量或者直情唔食澱粉質，食多啲優質嘅脂肪，令到你嘅身體進入一個 ketosis 嘅狀態。咁你嘅身體就唔會去 burn sugar，因為你嘅身體入邊冇 sugar 啦，就會去 burn 脂肪，咁樣去幫身體供能。所以我就開始同恩咗一齊實施呢一個生酮飲食。佢其實係我哋感覺上有好多好處嘅。首先諗食咩呢件事係變得非常之容易，唔使再好似之前控制飲食嘅時候要諗要食幾多蔬菜啊，呢個蔬菜會唔會太多澱粉質？呢個蔬菜會唔會唔夠好？肉可以食幾多？幾肥嘅肉？只要係食肉，只要係食優質脂肪就得。同埋 keto 飲食嘅 guideline 比較鬆散嘅時候，佢係會話你可以唔使控制量，因為你食咁多蛋白質，佢係好容易令你飽。你就算放開咁樣食極，你都唔會超過你應該 intake 嘅 calorie 太多。所以實施落嚟係非常之簡單啦，而且佢令我成個人每日都精神充沛啦，唔會再眼瞓啦，唔會再有 brain fog 啦，做嘢嘅時候個人會 motivate 咗好多啦，係有呢啲好多意想不到嘅好處。但係最終 keto 飲食咧係冇令我成功減磅嘅，可能係因為65 kg 已經唔算係一個大嘅基數，對於 keto 飲食嘅效果可能亦都冇咁明顯。但係同我一齊實施 keto 嘅恩佐，佢係喺1個月之內減咗8 kg。但係講緊佢食嘅嘢係真係食緊黑叻、食緊韓燒咁樣食嘅。我亦都 realize 就係話生酮飲食唔適合長期咁樣實施，因為佢始終欠缺咗一啲人體所需嘅營養素，亦都唔一定適合所有嘅人。所以我想慢慢咁樣恢復一個正常嘅飲食啦。喺呢一度就出現咗一個好悲劇嘅事情，就係我發現我已經唔識得點樣正常咁樣食飯啦。我已經太習慣於生酮飲食準備上嚟嘅嗰種便利，我已經唔知道點樣掌握正常人食飯嘅模式。然後體重停滯期嘅時候，我又唔知道點樣去突破，所以我就選擇咗請 COVID 嘅營養師介入，用佢哋專業嘅協助，慢慢咁樣灌輸翻俾我聽，究竟一個均衡嘅飲食應該係點樣食。我先請咗營養師幫我做1對1嘅體型分析，同埋分析咗我隱形嘅發胖原因。營養師仲確認咗我嘅荷爾蒙分型，令到我更加了解自己嘅身體，所以我就決定參加國際中文版享受8週高速減脂計劃。營養師 Vanessa 淨係指導咗我1個月就成功咁樣突破咗停滯期。喺呢一個營養師服務入邊，我仲收到咗好多關於營養嘅建議。COVID 係最大嘅華人線上營養師平台，由廣東話、英文、普通話服務。一開始我係預約咗佢哋嘅廣東話版營養師1對1體態飲食分析。分析之前，佢哋請我填咗2份非常之詳細嘅問卷啦，提供咗一啲身體嘅圍度啦、身高體重啦，以及近兩日食嘅所有嘢嘅相。呢一個分析係喺 Google Meet 上面進行嘅，所以我喺法國或者你哋喺其他地區都好簡單咁樣可以做到，30分鐘嘅啫，非常之方便。營養師會說明評測結果，去檢視翻我嘅身體狀況啦、飲食偏好啦，揾到一啲可能我自己唔 realize 嘅隱性問題，去好 personalize 咁樣幫我制定適合我嘅飲食瘦身計劃。譬如話我當時係啱啱完咗生酮飲食，我好擔心如果我一嚟就
重新 pick up 翻均衡飲食嘅時候，我個身體會好難適應咁多澱粉質 intake。所以營養師都係好細心咁樣分析我當下嘅狀況，同埋提出適合嘅建議，配合我慢慢咁樣喺我嘅 diet 入邊加翻啲澱粉質。都係因為咁樣，我決定加入佢哋嘅高速減脂計劃，由營養師1對1指導我，協助我檢視我每日食嘅嘢，提出相應嘅建議，同埋解決一啲我自己解決唔到嘅問題。So far我已經用咗1個月啦，每日我都會將我食嘅所有嘢影低 upload， 就好似寫日記咁樣。營養師會就我每一張圖片提出意見，邊一餐少咗啲咩營養，邊一餐多咗啲咩成分，佢都會話俾我聽。都話俾我聽一啲飲食上面我踩到嘅陷阱，譬如話蟹柳其實大部分係澱粉質嚟嘅。我亦都可以喺同朋友或者屋企人聚餐之前，喺落 order 前將個 menu 影俾營養師睇，請佢幫我選擇邊一啲菜係我食得嘅。另外 Covid App 上面會有2個群組，一個係有其他同樣係參與咗課程嘅同學仔啦，一個就係同營養師1對1嘅。喺有其他同學仔嘅群組入邊，可以一齊交流減肥心得。有時候自己食開一個配搭食到滯嘅時候，就可以上去睇下其他同學仔食緊啲咩啊，從此獲取一啲靈感。各界亦都會上傳好多關於減肥嘅影片或者文章，去幫助我哋更加容易掌握我哋應該點樣配搭飲食。同營養師1對1嘅對話入邊，就可以得到更加客製化嘅一啲建議啦。譬如話我同佢講話我想食甜嘢，咁佢會有一啲 tips 俾我，就話我可以食仲有啲蛋白質先，咁樣會令到我哋嘅血糖嘅波動細啲，咁再食甜嘢嘅時候就對身體嘅影響都可以細啲。最後我喺營養師嘅幫助下，成功咁樣突破咗減肥嘅樽頸位，由65 kg 落到去62、63左右。雖然減嘅速度冇之前咁快，但係呢一個過程入邊，我唔使逼自己戒糖戒油，個均衡飲食，我嘅身體係攝取到所有我需要嘅營養，亦都唔會好似之前咁樣有便秘啊、肚痛啊、脫髮嘅問題。體態同埋精神上邊都有提升。我諗如果我之前就知道可以請營養師介入，我都唔使等到我第3次減肥先至成功。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推薦大家先預約佢哋嘅營養師1對1體態飲食分析。營養師除咗可以用廣東話交流，亦都可以用英文或者普通話，而且係線上進行嘅，30分鐘啫，所以無論你個人喺邊度都好方便。分析完之後，如果你覺得有幫助嘅話，再去考慮要唔要加入佢哋嘅享受8週高速減脂計劃。等營養師用2個月嘅時間，透過Covid App 去改造你嘅飲食規劃，用淨係控制飲食嘅方法幫你減肥。Covid 特登提供咗限定優惠俾我，所以如果有興趣嘅話，請留意 description box。當然每一個人嘅身體唔同啦，生活環境唔同啦，對減肥實施上嚟嘅便利程度都唔同啦。我覺得以一個人嘅減肥嘅效率去定義嗰個人嘅自律程度係唔合理嘅一個因果關係嚟嘅。今日呢一條片我係分享一啲我自己嘅個人經驗，加大呢一個減肥嘅 database。如果有一啲值得參考嘅地方，可以請大家借鑑；有一啲無效減肥嘅部分，都請大家留意，可以避免重蹈覆轍。如果概括嚟講咧，大基數嘅話，我會推薦試下生酮飲食，因為佢係非常之容易實行啦，可以食飽啦。但係同時亦都推薦大家徵求醫生嘅意見，或者請營養師幫你哋控制膽固醇。中等基數嘅話，我會話可以試下比較嚴格嘅飲食控制、卡路里控制。不過自己做飲食控制係比較辛苦，因為一旦控制得唔好、掌握得唔好，好容易令到身體入邊嘅營養失調啊、肌肉流失啊，成個身體變差。所以我會建議請營養師介入去幫我哋控制，令到我哋喺瘦身嘅時候即係容光煥發啲啦，唔好好頹咁樣瘦嚟都唔好睇啦。最後希望大家喺任何嘅體重同埋身體狀況下都可以保持快樂、保持樂觀，營造一個令你可以享受到最多嘅生活嘅快樂嘅一個身體嘅條件。咁今日呢一條片就去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